又係張文彩同大家睇天氣。我哋見到今朝早係冇咩雲，但係下晝曬興咗啦，就多翻啲雨雲啦。而西南季候風就明顯咁減弱咗。另外就係有一個反氣旋喺華南上空，所以今日香港只係有幾陣驟雨。仲有就係菲律賓東面嘅一個低壓區。按照歐洲中期預報中心嘅預測，佢係會向呂宋海峽移動，並且係加強。而喺佢前方嘅下沉空氣就會喺今個週末為我哋帶嚟一啲酷熱嘅天氣。另外，我哋亦都要關心一下熱帶低氣壓卡努嘅動向。佢而家已經係喺南韓度登陸，並且係已經減弱，但係就為當地帶嚟暴雨，仁川24小時嘅雨量達到130毫米。天文台錄到今日嘅最高氣溫就係有33.6度。6點鐘氣溫有31.3度，相對濕度71%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又到天氣先生出場嘅時候啦。天文台預測聽日繼續都會見到太陽，但局部地區會有驟雨，最高氣溫有33度。預測週末期間都仲係又熱又曬。星期六預測最高有成34度，但下星期初就會有狂風驟雨。空氣污染水平方面，預測係輕微至偏高，而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2，強度屬於極高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澳門同廣州係天晴，廈門就多雲，台北有雷暴。上海係多雲，北京、首爾同埋東京都係多雲，曼谷有雷暴，吉隆坡有驟雨，新加坡有雷暴，而雅加達係有驟雨。胡志明市同埋馬尼拉都會落雨。去到南半球，墨爾本有驟雨，悉尼同布里斯班就天晴。奧克蘭明朗，紐約有雨，多倫多就天晴，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多雲，而洛杉磯就明朗。最後我哋去到歐洲，阿姆斯特丹係明朗，倫敦、巴黎同蘇黎世有驟雨，法蘭克福就多雲。各位，今日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